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8月3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来看国际新闻，印尼一只渡船伫咧马杜拉岛的外海向烧起来，官方是紧派船舰去救，船顶271人，有5个人死亡，41个人下落不明，详细导火原因搁爱调查。 海林一只渡船直直冲出乌烟，船身差不多互火吞去。这只号做是珍珠信德沙2号的渡船，8月初2早起伫海林熊导火。迄当船顶有载271个乘客甲船员，状况真危急。这只渡船原底有计对印尼第2大城输水，驶去南苏拉威西省的石港。驶几啊点钟了后，船长通报，伫萨普迪岛以北差不多19海里的所在发生火灾，了后就失联啦。 印尼国家搜救总署接到渡船公司的通报了后，遂派救援船只展开大规模的海上救援行动。KSA Permadi saat ini melaksanakan operasi SAR kecelakaan kapal Mutiara Perindo 2 yang mengalami kebakaran di utara Pulau Madura sekitar 23 mil. Untuk estimasi perjalanan KSA Permadi saat ini adalah 8 jam. 经过紧急抢救，上无有225个人顺利救起来，也毋过救援人员嘛找到5个罹难者的遗体，也阁有41个人失联。因为印尼有超过17000座岛屿，渡船是民众上普遍的交通工具，官方当咧继续找找失踪者，目前也阁毋知影渡船导火的原因。公司新闻陈伟玲、吴基昌编译。 再看新竹湖口工业区这火力化学厂中岛火烧，因为现场放真侪化学品，救灾困难。这火是一直到尾仔嘛才拍花，加在这休困日啊，工厂无人，无造成死伤。消防是第一时间派出17台车甲30几个人去拍火，到目前也咧做火场的安全检查，避免搁再烧起来。到透早10点进前，光复北路交通管制，附近的空气也是真歹，嘛提起住户窗仔门都要关好势。 即马咱国内问题油的风波查出来，这8批可地油本身比超过标准，拢是对家己关村制油行、制油厂来的。这业者嘛已经停业配合调查，其中这去年12月到今年7月这产品，无论敢有开过，拢会当退货。 国内即马有几多款可地油验出苯便比超标，拢是嘉义的原村制油厂制作。卫生部长赵作良讲，来源有可能是中国的可地脂。原村制油厂发声明，讲因其中一款台湾可地油的原料可地脂是甲在地农民买，而且有进货单。另外3款可地油的原料是为甲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因会配合主管机关调查。专家讲，原村代工是用间接加热的方式，温度控制伫95度以下制定，无啥可能产生苯便比。检查原料是毋是有烘过？直火烘干，就是说直接燃烧产生的那个热气，直接喷到这个油脂身上，这个是目前学界跟实务界发现最容易造成苯便比的主要原因。检调查出大唐伫咧5月就通报中联油品苯便比超过标准，大家就想讲大唐的产品是毋是也有受到影响？大唐发声明讲，有问题的原料无炸断去，因也毋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的通报义务人，甲南桥即寡厂商的情形无同。大唐今年已经检验32件原料加大豆沙拉油产品拢合格。 那么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涉案的中联厂长陈明贤昨夜获大量电器改裁定，收下禁见。在野立委批评中联油脂参加食药署7个炊事的专家会议代表，就包括陈明贤，质疑伊参加这场会议是不是有内情？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 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相关说法将业者列席说明混为参与专家决策，与事实不符。外界所称政府护航业者或存在所谓门神情势，绝非事实。食药署已主动将当日会议记录、相关影音及文件资料全数函送检调机关。食药署讲，中联公司的人伫咧7个炊事列席的时阵，也无互司法机关羁押，而且中联公司代表只敢负责说明案情，并无参加专家讨论甲任何行政决策。记者综合报道。
中华社团产后护理之家那树标出诺罗病毒的群聚感染，目前是有11个员工甲2个拄生了的妈妈有吐甲闹情形，这样全部的人搁有养婴拢爱换所在住，有的家长是真不满，讲这费用甲后续处理拢无讲清楚，敢会受限。妈妈看。早拄出世2礼拜的红婴仔刷真侪届老舍，互人转送交予病房留院观察。中华有家长不满，因为产后护理之家好亲像出现规定感染，透暝通知要大病扫消毒，互因产后的规划拢乱去。护理长直接跟我说，是他们里面的护理师就是有拉肚子跟吐，很担心啊，所以就我也不敢带小孩子回来啊，就马上去他们对面的秀传做观察。陈先生讲，囡仔伫顶个月17出世，一定要带3礼拜，逐工爱开8清洗。毋过伫顶个月31接到病院通知，爱所有产妇甲红婴仔拢撤离，甚至也有部分红婴仔甲产妇爱去病院隔离观察。毋过，甲单退费，也阁有产生的医疗费用安怎处理，拢无通知，互因确实毋知安怎做。中华县卫生局有接到通报了后去做疫调，经过初步研判是诺罗病毒感染的。在7月31日接获产后护理之家通报腹泻群聚，有症状的共有13位，分别为员工11位、产妇2位，初步研判为诺罗病毒感染。护理之家已声明表示，无公开相关人员一位细节以外，拢有主动通报卫生局，并完全配合卫生局指示。若有后续疫情资讯，以卫生局发布为准。消毒作业会依照标准来执行。那这间产后护理之家伫中华海线，网络评价是5粒星，用过的产妇拢予因正面的评价。毋过民间团体认为，妈妈甲红婴的安全虽然第一，发生危机的时阵，袂当干那顾管控，嘛应该爱有爱做的配套。然后这个 SOP 不是只是如何控制感染，它应该涵盖了是如何安置跟后送我们的产家，尤其是这一群人住进来月子中心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最脆弱的。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嘛表示，机构应该做到资讯透明，也甲及时沟通，提供完善的配套。那家长伫经选后护理之家的时阵，签约进前爱确认相关的监控甲应变，还有退费的相关规定。记者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日气象署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各地高温是32至35度左右。今日以北加这中南部山区、花莲可能热到36度，咱来看温度。各地好天烧热，南部部分地区这过道也是可能较高落雨。到拜五，中度风台北海地接近，各地雨水会小可增加。按算拜6礼拜风台离咱上近，东半部就要注意可能会靠火烧风。咱讲到这几天啊，这热热天气真好，有真侪人是专工赛车要去哩合欢山的武岭看天星、看日出。不过，都有真侪车辆是直接插伫路边，影响交通，叫警察来开单。时间是初日透早3、4点钟下啊，虽然天也未光，南投合欢山的武岭已经有真侪车，边仔的武岭停车场早就停满满，武岭停也有停车场是光莹莹，也人声吵甲敢若像夜市共款，车无都停去停车场的，只好路边四界乱停，塞车塞甲真严重。那开临停了，开单在停在那里。警察赶紧到现场来扫毒，也来日时了后，车搁较侪。台14架线合欢山武岭到水泉宫的路段，伫休热时阵有真侪少年人烧酒赛车骑车来武岭，不过又发生交通乱象。真侪赛车的人为着方便，就伫真话山路两边违停，造成双向的这车骑条咧拢袂顶袂当，是踢甲真厉害。并针对违规车辆依法取缔，共举发18件违规。本分局呼吁山区道路狭窄，若任意停车，容易造成会车困难及交通拥塞。由合欢山武岭路段是台湾公路上悬的所在，正是暗时看天星甲看日出热门的所在。因为这所在属有国际认证的合欢山暗空公园范围，真侪车来到这所产生的车顶甲民众的照明设备，也引发这个光害问题。国内还没有光害防治相关的管制的法令，我们只能说用这边的一个管理自治条例，就是让
车灯尽量在停好车之后呢，尽量赶快关灯，这样的方式来做管控。既然讲母领人车来到这已经是休热时阵必然的现象，虽然影响时间是无真长，不过也是对空气品质甲周边的生态造成影响，也破坏这个悬天气的品质。对着行车安全，一定爱开的车顶法令上无都直接强制限制，也是来处罚。推动暗空公园的民团呼吁，应该合理使用灯光来共同维护这个真无简单得得到的国际暗空公园。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台东的地上，因为风景水，真侪人嘛真爱去行搭。不过也常常讲有旅客坐这电动辅助车，煞无细力摔落去田里，家人的稻仔糟蹋了了。有农民是讲，虽然这公所会当申请补贴，不过真正足麻烦的，嘛希望会当直接向旅客来讨赔。初一下昼，地上景观调查区又搁传讲有电力辅助四轮车摔喺田内面的意外，游客也搁真欢喜伫咧翕相。不过田内底立即调做的稻仔拢互车底歹，因为大部分的农民一早起是做煞了就转去，所以车摔落去的时阵，农民无伫咧现场，游客来来去去，也毋知是摔人摔落去，这无人赔。就是倒霉了。虽然是找出凶手了，是公所看有没有负责啦，有负责就是赔一点啦，不然就是看车行啦。地上乡公所讲，109年办制定地上乡地景津贴制作自治条例，用来补助因为游客骑车损害农作物的农民，每一遍1000块的津贴，一年会当申请4遍，不过案件无多，农民可能较无了解。第一个时间可以向公所先求偿，那公所依照这样的做完补偿，然后会向业者来申请代位求偿。有业者讲，景观调查区一年差不多有50件车摔喺田的意外，不过有一寡农民地是个人做的，要甲公所申请补偿时阵，也该找地主提供资料，程序真复杂。农民希望是毋是咱有更加方便的方法，直接找摔入去田内对游客，请因负责任赔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中华棒球协会理事长高仲亮按算拿过亚运了后就会就任，新的理事长由中信玉露副总周凌文当选，也是历来头一个查某的理事长。再是《联合报》，屏东潮州三星社区推广 AI 智慧照护，或者社区时代挂智慧手表啊，若是无细腻跋倒地发出警告，高达已经推动5年啊，嘛成功救到18届。最后是《自由时报》，内政部完成国家公园法修正草案，确定要设一个独立基金，申请国家公园的立园证爱收钱，上紧明年就落。来看垦丁的加漏水，有游客是通报讲有看到一支高山的手掌挡伫咧草坡。这垦管处嘛表示讲，国家公园内底是禁止拍蜡的。这警方嘛已经介入调查。草坡看起来怪怪，民众挖进去看，惊一个。是一只猴子的手。原来是登记的台湾米糕的手盘，看到的时阵也搁无定定，有可能是拄则弹的，赶紧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垦丁国家公园不是附有很多野生动物吗？可是不是应该会受到保护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尤其发现断江的所在，一个垦丁加落水，惊讲国家公园内边有人非法捕猎，请相关单位爱注意。附近的民众讲，最近遮狗不止啊多，有可能是农民或者是居民，互狗乱甲挡袂牢，才甲因伤害。本处获报后，已派员前往处理。国家公园内禁止狩猎，违者将依国家公园法处罚。猕猴打架或者是斗争，不太会有出现这种断掌的状况。那有时候是会被比如说像浪犬啊去捕捉咬伤的话，通常也会有撕咬的状况，不会有这么整齐的切面。推测台湾米糕保育加强准的民间团体讲，对民众翕的影片来看，确实是台湾米糕的手盘，认为应该是台湾狗被捕猎的机会较悬。公关就讲，警方已经伫咧现场采证调查，也提醒大家，台湾米糕虽然已经降级成做一般野生动物，不过依然也是受野保法的保护。若随便捕猎被查到，相关会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亚洲上大只游览船英耀号讲，最近伫咧半中途讲有发生医疗紧急状况，赶紧来启动海上转运机制，车载直升机直接吊挂，紧甲人送去病院。
有业者是表示讲，若伫咧船顶有拄到有生命危险的状况，得评估来启动这海上医疗转运机制。直升机出动对游轮顶边甲患者吊救起来，紧转送陆地的病院。船公司证实，伫7月29 MSC 应耀号航行中途发生一个医疗紧急状况，医疗团队赶紧先救治。这船长也有船顶的医疗团队综合评估海上环境甲病情了后，启动海上医疗转运的安排。天候跟距离的允许下面，才会有动到直升机的可能。否则一般就是船长可能当下就会决定说，那我们就停靠在最近的港口。业者讲，游轮顶面拢有医务室，主要是处理胃肠无爽快的外伤及急症，拢有医师甲护理师会使执行基本的抽血甲照电工。天空喙也佫吊大重的，也佫无法度处理心肌太加严重的中风。今年3月，空军总队接到通报，花莲外海马里塔籍游轮顶面一个台籍游客急性中风，需要送病院，成功甲病人调送到上山机场送病院。专家提示讲，中大伤病，游轮顶面拢会使紧急处理，若发生费用需要家己付。出发进前要确保投保保险是包含相关的赔偿。游轮消费权益也真受到注意。2024年5月10号，游轮由贵人来出发，原先有加到 Okinawa、加石环岛，不过因为风台影响，业者3摆变更行程。航警局进前公告，游轮船票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使记载事项，加强自行公布退回甲赔偿制度。这个消费契约的内容来去跟这个旅行商或者是这个邮轮商来做一些我们讲产品的交换。那当然，这个定型化契约绝对是保障消费者的。学者分析，疫情了后，台湾邮轮市场是愈来愈回升。就亚洲邮轮市场总服务人数，台湾是排伫中国甲新加坡后壁第3名。政府也需要伫产业发展甲旅客权益中间做好，才法度吸引更加多邮轮来台湾，创造业者甲旅客双方面拢好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欧洲的火烧山是继续咧炭，即马主要火场已经烧去稀粒。早上到2台这消防直升机出动去拍火，煞伫咧空中烧弄，嘛造成2个消防人员损失。大火甲高烟直直庆祝关，希腊当地时间8月7日下晡，2只组来的贝尼消防直升机去希腊首都雅典西北边的普萨萨区进行拍火任务。迄当阵当咧透风速超过100公里的风，互2台直升机伫咧低空交会时烧弄，其中一只导火爆炸，而且跋落山谷。一个丹麦籍飞行人员甲希腊消防人员罹难，另外一只英国籍的飞行人员甲希腊消防人员受伤送病院治疗。希腊的火烧山灾情对7月底开始大范围拓开，上无已经造成5个消防人员损失，风速1点钟内有120到130公里，互大火已经烧害120平方公里的森林甲农地，将8栋厝拢互火吞去。希腊已经动员约500个消防人员，而且得到法国、罗马尼亚等国的援助。Σβήνουμε όπου μπορούμε σε συνεργασία με την πυροσβεστική όπου μας πούνε πάμε.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ω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υπάρχουν αέρια μέσα, πολύ λίγα ελικόπτερα, αεροπλάνα όχι. Δεν είναι μια ωραία κατάσταση έτσι. Το φαινόμενο τώρα εδώ είναι θλιβερό. Ο αέρας είναι πολύς, αλλάζει συνέχεια κατεύθυνση. 希腊警方已经抓到2个牵涉疏忽引起火灾的民众，导火原因那像就是私人风力发电机出火星。也若法国甲西班牙的火烧山灾情，目前已经渐渐受到控制。进前体力的民众也豆豆返去厝。也毋过欧洲即届因为高温可汗引起的火烧山灾情，已经烧害43.3万公顷的土地，差不多是1/8的台湾。可汗也互德勒河的水位创历史新高。匈牙利政府宣布要关国内唯一一座伫布达佩斯以南的帕克什核电厂，这也是这个核电厂44年来头一届停机。这个核电厂负责匈牙利1/3的供电。匈牙利总理强调，未来5天就是关键，气温会升到40度，呼吁民众都爱小心渡过难关。公司新闻警员庆编译。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这罗西亚首都莫斯科拜六一间餐厅也发生爆炸，造成上无3个人死亡，21人受伤。初步判定讲是有看到一个查某人炸弹冲入去餐厅爆炸。有媒体是报道讲，这粒炸弹也可能是无后控制，为远头来发动爆炸。这间伫莫斯科市中心库德林斯卡亚广场的意大利餐厅，迄当阵是包场伫咧办私人活动。暗时8点左右，一个炸着不离的查某人想要入去餐厅，因果伫门口互保全挡来。无想到讲，这个时阵伊身躯顶的装置煞爆炸。
造成这个查某人保全甲一个餐厅的人客当场死亡，真侪人受伤。警察甲武装安全部队追加规个广场封锁，本来要伫附近办的活动全部拢取消。就连地铁出入口也被关起来，路线当局也无公布伤亡者的名，也无讲因认为的涉案人士的身份。代志发生迄当阵，伫餐厅办私人活动的人客名单也无公布。英国卫报甲半岛电视台几多间外国媒体因此罗西亚工商日报的报道，这粒炸弹有可能是远端引爆，目标是破坏这位区的人客。因为这个炸弹的查某人可能唔知影身躯顶迄个是炸弹。这件发生伫咧莫斯科市中心的爆炸案，看起来敢若是独立事件。因讲罗西亚全面入侵乌克兰战争4年来，莫斯科甲附近地区发生真侪刺杀甲谋杀未遂的事件。莫斯科指控基辅爱对这款攻击事件负责。今年初，罗西亚联邦安全局也捌警告，会加强保护高级军事官员。罗西亚这礼拜对基辅发动2遍大规模的攻击，而且继续对奥德萨等地发动飞弹的攻击。乌克兰方面也无咧软，3台无人机攻击巴什克尔托斯坦的3座炼油厂，并且伫乌海加一台罗西亚的货轮拍沉。另外，罗西亚占领的克里米亚电力设施也被毁害，当地民生运作规拢停来。民众就要靠地方政府发的食物来过日子。因为美国即马是也无放弃促成罗西亚甲乌克兰停火。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所落来几礼拜，美国会继续努力重新启动罗西亚甲乌克兰谈判。美国特使魏科夫甲库许纳8月底会过去基辅访问。公司新闻王鲁梅编辑。罗西亚拜六射飞弹派无人机轰炸基辅，造成上无9个人死亡，28人受伤。因本地在美国总统川普讲要授权予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即马煞个改啊，讲有这国安甲技术问题爱个评估。基辅遭受轰炸了后，伫路边看到真侪厝拢已经损害，调查人员伫咧勘验不幸死亡的民众尸体。基辅初日，俄罗斯的弹道飞弹甲无人机攻击，真侪所在导火，有一寡所在无电，真侪人走去避难中心。Ці люди не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є цивільні люди, що є життя. Світ в космос літає, розумієте? Вже скоро на Марсі будуть квартири, будинки будувати, а ми землі завойовуємо. Страшне. 这是这礼拜罗西亚军队2遍大规模轰炸乌克兰，为保护乌克兰无人机，连续几多天攻击罗西亚零售电商Wildberries的物流仓库。乌克兰指控这间电商暗中为罗西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补给，再改列做攻击目标。对罗西亚密集的弹道飞弹威胁，乌克兰几多遍讲需要爱国者飞弹来维持防空力。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礼拜去华府。争取爱国者飞弹在地化生产的技术授权，本来支持的川普立场改变，暗示乌克兰甲罗西亚双方拢爱退让。We have not agreed to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it, but it's a hard thing to give away that kind of technology. And I don't think this would ever happen. But you know, those people that you give that technology, they can someday turn on you. 除了有罗西亚猛烈的飞弹攻击，加美国方面军事援助的变数，乌克兰国内也动荡不安。政府7月中宣布内阁改组了后，基辅甲几多个城市逐天拢有示威。伫抗议进前，基辅就几多千人示威抗议，要求和推动改革有成效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恢复职务。这是宣布改组了后规模上大的一场抗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秘鲁昨一架观光飞行机要飞去看出名的纳斯卡线，中途煞摔来，造成13个人死亡。详细事故原因搁爱调查。美国爱达荷州拜六下晡一间只对开幕无10天的连锁素食店发生枪案，造成3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也凶手是伫咧犯案了当场自杀。西班牙伫咧北非的一块领土小达，顶礼拜共有将近6万人摩洛哥的非法移民受水搬枪啊硬弄入去。即马听讲因为欠物资，有4万人搁翻头走回去啊。国军汉光42号演习8月初5要开办啊！台南的步兵137旅目前是已经摕到美国的 N4A1 卡宾枪。这军家也表示讲，这会当提升咱国军的战力。因中国的海警进程是讲要伫咧台湾的当兵常态化来巡查，美国国务院是批评讲，莫搁起无空。
它跟贵5K 是大同小异。配合汉光42号演习，国军第4作战区随意伫台南实施14天的步兵第137旅全旅动员教调，每一人拢配美元的 M4A1 步枪。进前这个呢，伫咧海军陆战队有看过，进前后备部队拢是用 T655K2 加 T91步枪。它的精准度是相当不错，但是它的积碳或者是的问题会比较严重一点，所以说那个部队在使用的时候，它会需要比较经常的去清洁，它是等于说是军援台湾。那这个用意在哪里？这用意在于说，比方说我们现在正在生产新式的 T112步枪，宪兵已经换发，那陆军也正在换发，有可能在紧急补强战力上面可以立刻使用来那个军援取得的美军步枪去配备给这些还没有优先拨补到新型步枪的单位。军事专家柯迪上讲，配 M4 卡兵枪，除了会当降低国内军工生产的压力，性能差不多的美元步枪，会使国军较紧建立战力。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也搁伫咧立法院也未通过，行政院颁布的国防预算本来按算计占 GDP 3.32%，不过经济表现和 GDP 向上修正，预算搁被删减，所以强也无到3%，或者担心会互人认为台湾无防卫的决心，互咱的国际信用变卖。特别的是，当北约国家国防预算都提升到 GDP 3%，那波兰甚至接近5%，德国也大幅的增加国防预算。英国也提出他们的这个类似特别预算，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可能要强化跟社会的沟通，还有国会的沟通，争取支持。明年度的总预算，行政院版本有可能伫这个月决定，要拼国防预算占 GDP 3%的目标。或者苏志芬讲，提高国防预算，除了增加国防实力，也让互军用技术转移到商业市场。尤其面对强军的威胁，中国海警最近又讲要伫咧台湾东部的海峡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安尼先做是破坏稳定，叫北京停止对台施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根据咱国防部上新的台海周边动态，初一早起6点到初二，侦测8台强舰、2台公务船、5台次强机，其中3台次也阁飞过海峡中线。国军强调会继续严密监控，应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创党7周年党庆是办伫咧台中，这国民党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也有去参加。哪甲北合作，敢是咧为2028年的大选咧铺路？这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是表示讲，因为继续甲国民党、甲罗市长来加强合作。赖清德，我们绝对不会投降。经过官司，民众党创党主席郭文铁去年无参加党庆，今年创党7周年将搁再归队，地点更加选伫全国头一个国民党甲民众党的合作示范区台中。身为地主，国民党籍市长罗秀燕亲身出席，强调爱对抗民进党对在野分化，更加为岛国提出解决方案。蓝白合坚定前行，国会要倒阁不容易，因为宪政上的限制。但是今年年底有大选。2026，所有的民众大家出来投票。2026全民倒阁，2028全民倒赖。因若备战年底选举，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初二的头一场问政说明会，那是照罗秀燕8年前的模式，头一针对清水出发，也就用韩国瑜所讲的，爱互未来国际讲到台湾时，那受到台北，更加使看到台中。将启程准备好了，我们要延续卢秀燕市长在台中的执政，我们让我们的台中货卖得出去，我们让外面的人进得来，和大家都发大财，好不好？好。这一路上我看到，反而是卢市长牙修对板，反而是江副院长一路跟随我的政策。当然，好的政策，只要对市民有利的政策，我都欢迎共同的来辩论，共同的来让市民认得谁才是正牌。民进党参选人何兴顺强调，对家己的政策规划甲执行能力有信心。对罗市长暗示，若是未来民进党连选上台，老人健保补助恐惊会取消。伊也搁再讲，绝对无可能，甚至增加，互老大人得到更加多、更加方便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基隆一间国中公务学生收到无签名的恐吓的电子批，学校是已经校安通报，警方也介入调查，确定是同一间的学校学生所寄的。目前是依照这恐吓定罪移送法办，由这少年法庭甲这学生交互家长带回去管教。
虽然这阵是休热，不过贵人一间高中竟发生一个学生受到藏名的恐吓电子邮件事件，伊惊到家父母甲学校讲，学校接到报案了后，完成这校案通报，警方也介入调查。这事件贵人市府也真重视。提供我们所能够提供的所有的资讯，包括说网络端然后学校端对于破案有帮助的讯息，我们都全部提供警方调查发配网络地址，确认假批人是共校学生，加10万人调查到案，依照恐吓者的罪嫌来纠办，少年法庭甲伊交付家长管教。我们当然就是用反追嘛，来做一个处理。恐吓的部分呢，少年事件处理法的部分，我们来请我们基隆地院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案件发生了后，学校赶紧处理，提供老师甲学生心理的辅导，并且加强法治教育宣导。专家分析，儿童少年涉案的人会因为好耍，也佫唔知影这个法律散布恐吓的信息，触犯刑法恐吓罪甲少数法。在学校里面的一些讲座，会发现同学们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开玩笑、恶作剧，但这不只是没事啦。除了刑事的责任之外，家长通常会被要求损害赔偿。应该要建立更友善的申诉机制、对话及心理支持等机制，让学生在感受到不公平或委屈时，有正当且有效的表达管道。儿童少年团体呼吁讲，学校应该把这个所谓公民教育，也个法律的知识，放入去日常的教育内底，让青少年伫情绪的冲突内底，用安全合法的方式来表达因的不满，而不是讲经由伤害别人，也是危害学校安全来出气。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是有民众要去市政府做免费法律咨询，过程当中所起性地甲这律师破红茶，这受害律师嘛已经提告。警方接到报案，台北市府有状况紧急动员到场。我来这边咨询就是因为有其他法律问题。在场闹事的女主涉嫌对律师动手做出离谱行为。市民服务中心有民众于法律咨询过程中发生争执，因情绪激动持红茶泼洒黄姓男子。警方调查受影响的姓吴律师伫台北市政府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下昼3点多，甲37岁姓苏女子说明到一半，对方突然情绪失控，提起红茶就破，将律师破甲规身躯拢是，现场也互武家乱吵吵。女子犯案了后，说辩讲心情无好。要表达严厉谴责，一定会持续保护每一位律师和服务同仁人身安全及工作尊严。其实受害律师迄日是替人代办，所拄到无理性对待，已经提告妨害名誉，实际打电话寄条无受访问，也毋过北市法务局强调支持律师依法救济，无用温室控行为。律师所属的台北律师公会也发声，谴责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台中电医则发生出庭的姓陈女子对台中律师公会理事长献水批，即马阁有攻击事件，也让律师的职业安全受到关注。律师职业安全虽然值得重视，但如果进一步以特别的刑法来加以保护的话，就要厘清是否在保障律师个人的安全，还是要维护律师参与司法程序的这个公共性。为保障律师工作不受非法干扰，立法连续提案修法，法务部顶日也已经提出律师法修法，并定以强迫胁迫等方式妨害律师执行职务，会当处上当3年徒刑。若造成律师死亡，上当判无期。草案当等待行政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有义工团体甲银行合作办活动，用相机来教义工安怎要伫咧台湾办银行的口罩。嘛，甲义工宣导讲，这诈骗到底有啥物步数，才袂去用怪气。透过相机的方式，甲在场的印尼义工熟悉安怎伫台湾的银行开户，也有汇款。为了协助义工提升金融使用能力，义工团体甲银行合作，举办印尼义工银行体验挑战赛，先互因分享头一摆加入银行的心情。深入了解银行服务。我也很开心，我可以在这里都可以学很多东西。今天我就可以开银行了，然后我可以慢慢存钱了，我会很认真存钱的，我不会买零食的。台湾的义工人数超过85万人，尤其印尼人上济，因为不时传出义工为着省汇款当厝的汇损，透过地下汇兑汇款，刷去人诈骗的代志。义工团体透过实际体验开户，加强防止诈骗的宣传，加强义工的金融能力。
国中文跟印尼双语的这些教材跟互动的游戏，让大家实际的走入银行去体验这些实战的任务。透过这个机会，实体的去操作之后，相信可以增加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未来能够直接勇敢的走进银行来享受服务。根据金管会资料，已经合法汇钱的管道，除了去银行汇钱，买当委托中介公司去银行办理代结汇的申报汇款，也是透过提供移工国外小业汇钱业务的机构办理。记者采访报道。伫中华南天宫出名的18层地价，灯光效果是真是恐怖，真侪人是专工要来看的。不过，这庙方最近是表示讲，因为电钱起价，维护成本也贵，所以决定这门票卖起10块。大人带囡仔入去彰化市南天宫的18层地价电动场景，才行入去，囡仔就互特殊效果惊到。你的手在冒汗了，你的手在冒汗了。囡仔甲爸爸的手牵条条，看到内面的人翁仔和地下的规则用各种刑法伫咧处罚，搭配灯光效果，看起来真惊人。彰化市南天宫的18层地价是彰化人成长的基地，当年的旧历设计拢有真侪人来吃，不过最近来吃的人发现票价起10块。便宜，对，还算便宜。应该在其他地方应该看不到，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应该合理吧？现在物价就一直。这个地方太小了啦，地方太小了啦，真的太小了。真侪人拢讲安尼算合理，养母也讲，因为年代久啊，这种景点怎么较无吸引人？庙方也讲，因为红啊甲设施较旧啊，若是爱保养，若歹去时阵也怪修理，怎么逐项成本拢伫咧起，票价无低起，实在无法度搁动落去。电起价、人工起价，游客少。因成本的对了哈，不够。那这也是很多这个算是旧景点，它必须经历的过程。那它的价格调整还不是为了要赚很多钱，从票价来着手，其实也不一定能完全解决问题了哈。大概必须要因应现代的一些趋势哈。来做调整。学者讲，像这种老景点，若要继续维持落去是无啥用气。除了像安尼小可起票价来并行收支，也建议会当加附近一个八卦山景点的特色，规个串联起来，办一寡活动加适当的活化，用集体合作的方式经营，那是会当改善经营的效果，也当保存彰化人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2026年第2届台湾杯火箭比赛，今年是有71队859个人来报名，20队入选拼冠军，最后是屏东市中摕到1K 组的冠军。这副总统萧美琴也来到现场，表示这太空产业是咱的战略产业，除了发展技术，也爱培育重点人才。哇，水啦！倒算计时了后，参赛队的火箭顺利升空飞起来，不过真可惜，线架整体分开。2、1，点火。有几多组参赛队点火失败，国旗确认。比赛现场有20队伫咧比赛，气氛真紧张，大家拢希望会当摕到上好的成绩。上面结果出来，1K 组的冠军是屏科市中摕到。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遇到真的很大的困难，但我觉得问题是有时候其实沟通上面会有一些比较需要花时间，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实际制作的时候跟我们所想的会是不一样的状态。跟去年最大的不一样是去年踏出这好像小孩子在学路，今年是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规模跟技术都比去年更成熟。2026第2届台湾杯火箭竞赛，随日伫咧屏东的玉海科研火箭发射场结束。今年的比赛有71队859位青年选手报名，21队进入决赛，有20队成功进行飞行测试，选出学生1K 组、3K 组、社会组、3K 组的组别的冠军。我们将竞逐太空列定为国家重要的战略产业之一。而这个重要的战略产业需要许许多多的人才。3天的比赛，有真侪参赛者愿意来太空梦。政府强调，太空产业是国家重要战略产业。台湾杯火箭赛是培育人才的重要舞台。国家的政策不但是要建造火箭、卫星，也要培育一代线一代的航空人才。记者综合报道。
体大大车边来看台北羽毛球公开赛，咱台湾队男女双人杨柏谦加吴凌峰决战是对战日本，最后是不敌连输2盘，可惜摕到银牌。第一局开始，台湾组合利用对手主动性误较侪，而且杨柏谦主动扣杀，把拍到9比5领先。不过比赛后半段，互日本组合超前，双方19比19平手的时阵，渡边勇大连续几落粒好球，摕到2分，抢到第一局。第二局日本组合自头到尾拢领先，小命连续赢2局，摕到冠军。吴凌峰伫比赛后讲，虽然是有意拍到决赛地主球员，一开始有淡薄压力，不过真紧就调整好势，尽量拍出好成绩。分享颁奖请运动部长李勇来颁。蛮新鲜的，一个学长，然后突然对换身份，然后跟我颁奖的。得知就是我们是地主队的唯一晋级选手，虽然还有点压力，但是就是还是有自己尽快调试过来。日本混双选手田口真彩讲，虽然比赛真紧张，不过真感谢台湾的球迷，伫咧因拍出好球时阵，互因热烈的呼喊声。渡边勇大讲，规个比赛就是做好家己，每一粒球拢好好拍。自分たちを信じてプレーするだけだったので。相手がどうこうというよりかは自分たち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をしっかり出すことを意識しました。男单决赛是日本的选手中本优大摕到金牌。女单的决赛，印度17岁夏尔玛赢越南的选手阮垂玲摕到冠军，而且伊也打破台湾选手戴资颖的纪录，成为台北站上少年摕冠军的女单选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一间幼稚园，平常时就咧上歌戏的课，互囡仔会当学台语，嘛了解咱的传统文化。今年的毕业典礼，这囡仔是登台来表演歌戏，实在有够高水，咱做伙来看卖。台顶的囡仔咧搬歌戏，互观众甲家长拢看甲笑嗨嗨。这场幼稚园毕业典礼真特别，囡仔认真咧搬戏，家长也真认同幼稚园，互囡仔透过学歌戏来学台语，明白传统文化。学台语之后呢，能够慢慢可以跟晚辈长辈沟通，其实是不错的方式，让长辈也比较懂小孩子在想些什么。非常不错，因为现在家里也越来越少讲台语，所以有这样课程的机会，可以让他们更认识自己台湾自己的母语。这样，幼稚园平常时得安排歌戏课程，互囡仔体验。甲歌戏的老师认为，互囡仔用趣味的方式来学台语，是上好上紧的方式。哇，囡仔学了足紧的，会晓唱，会晓比，佫足介意这个戏曲的。哦，唱歌，着唱歌，互因表演，伊就记伫伊的头壳内。囡仔若甲伊讲台语是袂晓讲啦，若是叫伊唱歌吼，伊拢足够的啦。因为我足细汉就爱看歌仔戏的，所以我开学校的时阵，我就有一个节目，就是4曲，就是互囡仔伫个歌戏内面学台语，安尼因会学较紧。透过传统戏曲，囡仔除了感受到歌戏的趣味，也体验台语迷人的所在。家长也紧摕相机，替囡仔伫这场无同款的毕业典礼留落来珍贵的相片。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泰雅族的艺术家米鲁哈勇伫咧南投埔里纸教堂展出伊的画作，结合生态甲人文，嘛表示原住民敬天敬土的文化。对桃园搬去南投埔里的泰雅艺术家米鲁哈勇，伫纸教堂举行个人的创作展览，主题叫做“重生”。埔里这个纸教堂是来自日本，代表台日两地经历着地震、互助，啊，佮重生。这两个重生一只小拄，嘛展现出艺术想象，啊，佮能量。那在这3年当中，我也透过这些了解他们当地故事之后，我再开始转为一些我自己的艺术创作。这一幅创作叫做“巨蝶正复苏”，意思就是说凝聚了很多的生态。然后呢，又有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重生，就跟我这次画展的概念是一样的。在米鲁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来到埔里新开的一个璀璨的花蕊。这摆展出12幅图，对8月初2到8月23，台雅族人嘛提出真侪珍贵的文物做伙展出，呼应了我这次的这个画作，因为我这些作品的元素里面都跟这些文物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在每一次的创作里面呢，其实很多的元素的灵感来源都是取自于我们的文化的生活里面。米卢哈勇的一个创作一直都不是在博物馆里面，他就深入我们的部落、我们的文化墙，让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感受到族群的温度，然后这片土地的故事。米卢哈勇的作品展现出台湾文化意象，佮伊正爱的自然环境，色彩丰富，线条温柔。作品融合生态佮人文，嘛传达着原住民族尊敬土地的文化价值。记者安修南投报道。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已经起稿，今年的主题是探讨 AI 人工智慧对咱人创造影响。这届展览的地点是选伫咧空军总部大楼，这嘛是这个古迹修复了后头一届对外开放。开放的时间到，真侪民众就行入去展场内面要看文博会文化测点。伫每一个展区内面，细都有专人伫咧讲解，除了用目睭看，也有一寡互动的部分。来细人有一寡是第一遍参加文博会，第一次参加这样子，有一些那个艺术的造景啊，还有一些光影，对这个艺文活动很感兴趣啊。透过艺术啊，让我们去感受我们当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7月开始的2026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文化测点先开始，对第2委员做主题出发，讨论怎么 AI 人工智慧，正紧就出100图，规标钟就写一篇文章，要安怎回归本质，重新思考创作的源头。想法的开始，感情的触动，找到基地。想知道说我们目前这个旧空中以前的那个战情大楼这边修复的，就是情形，空军啊遗迹这样子，对，所以也是觉得蛮特别的。文博会文化测点，除了作品的本身吸引人，展出的所在也正特别。修理3年外的空军总部古迹大楼重新开放，就是文博会。把空总未来视为是一个未来科技跟过去的文化要在这里能够交融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的主题是地灵位元。那我们大家就很希望把这个科技的最原始的单位这个 bit 回到大家人性的本初。文化测点自7月开始，展出1个月。文博会品牌展览是自7月开始，伫南港展览馆继续进行。听讲阁有去年排队的情形，所以这回第一遍要入去看展就会先有效。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带大家来看北欧的2亿年前是生做啥款的？瑞典一个古生物的学家，这几年来大量来收石头、石笔、甲灰粉，是运用 AI 技术、甲动画、甲科学，定建侏罗纪世界，做伙来看卖。研究人员伫岩站采样乌化石，这是瑞典南部2亿当前，这嘛是一片树林花甲密密的侏罗纪世界。I'm interested in what forests there were during the Jurassic. So when I see a pollen grain, I actually see the tree. I can see the tree and the ecosystem in front of me. 今年62岁，瑞典古生物学家瓦伊达长时间研究古灰粉甲石木化石。最近，伊率领团队利用化石、册底米甲恐龙的脚印等等的线索，重新导出侏罗纪时代的北欧景致。这个正真的恐龙漫游伫正旺的树丛内，团队将珍贵的化石细节一只一只甲详细画出来，搁再结合 AI 的动画技术，成功互消失的古世界伫2亿年后搁再挖过来。I really felt that we lacked a book with illustrations that actually shows scientifically, with a very strong scientific base, how it looked like in Sweden 200 to 100 million years ago during the Jurassic. 外达表示，迄当阵北欧并无冰雪，颠倒是烧落，但是瑞典的土骹无花蕊开，捕食者走过来走过去。So this was really the time of the dinosaurs. So we had the plants were mainly conifers. We als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plants that are extinct. So they have two difficult names, but they were mainly smaller plants then, but no flowering plants at this time. So no plants with flowers. So it was a very different ecosystem, but also, cycads, for example. And the dominating animals were amphibians, but also dinosaurs.
我会当指出，重建高生态，唔但为着满足人类对恐龙的好奇，更会使帮助理解气候变迁甲生物多样性如何随时间来改变。为恐龙的脚趾到骨灰粉，科学家当咧试用化石碎片，甲地球碰见的历史找倒转来，才会带点土地数亿年的线索，嘛，互人类有机会重新看到地球生命到底是安怎一路行到这。公视新闻林义柱编译。泰国的考古学家证实讲，伫咧东北部有发现大只的恐龙新物种。这种食草的恐龙大约生活伫咧11300万年前，有27公尺长、27栋，嘛差不多是9只亚洲象遐重，嘛创下东南亚上大只纪录。万国恐龙博物馆咧展出这只大型恐龙模型，就是最近伫科学报告期刊发表的新恐龙物种。研究团队根据伫泰国东北部产业丰富发现的恐龙尸体、喷卡棍等关键化石，推估野身长17公尺，体重17吨，属于是下类食草型恐龙，生存在1.13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学名叫做产业蓬纳加棘龙。ก็เรื่องขนาดก็จะเป็นสิ่งที่น่าตื่นเต้นสำหรับตัวนี้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ระดูกที่เราเจอเนี่ยถึงจะไม่เยอะเท่าไหร่แต่ว่าเรามีส่วนสำคัญ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กระดูกแขนแล้วก็ขาครับผมซึ่งเราไปคำนวณขนาดของไดโนเสาร์ตัวนี้ได้ครับก็这种恐龙到底有偌大？徛伫边比看卖，伊一支前屁股有178公分，就比真侪成年男性较悬。也是东南亚目前所发现体型上大的恐龙。研究人员推测，因可能生存伫半苦化环境，大部分时间拢存长颔棍伫树尾食物件，而且无变定。It would have had very little to worry about in terms of predation. We do know of a relatively large carnivore that lived alongside it, but it only was about 3 to 4 tons, so it was dwarfed by this giant. 暗过伫白垩纪后期，因生存的所在豆豆互浅海砍掉了惊向灭绝，也被叫做泰国最后巨龙。泰国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超过25种恐龙化石。研究团队表示，即摆还有大量化石标本等待研究，未来可能找到更较侪新物种，进一步提高泰国甲东南亚伫全球古生物研究的重要性。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气象署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各地高温是32至35度左右。新北北中南部山区花莲可能热到36度。下半部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7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4度，南部地区26度至34度，东部地区26度至33度，高岛地区26度至33度。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